再次歡迎大家嚟到黎博聖經教室，我哋繼續書卷解讀亞伯拉罕嘅第10集，請先下載講義，以便參考更詳細嘅內容。今日嘅講義第45頁俾咗創世記19章結構，大家分3部分。首先係講所多瑪城嘅罪惡，呼應嘅最尾嗰部分就講羅得家庭嘅罪惡，而中間就講天使點樣從所多瑪救咗羅得一家。面對所多瑪城嘅罪惡，神要施行審判，呢個凸顯神嘅公義。因為亞伯拉罕嘅代求，神拯救咗羅得一家，呢個係神嘅憐憫。所以第19章就交織住神嘅公義同埋憐憫。面對神嘅審判，人有啲咩出路呢？創世記19章就俾我哋答案。透過義人嘅代禱，當羅得佢嘅家人願意接受天使嘅拯救嘅時候，就能夠獲救。佢嘅女婿因為拒絕，結果就滅亡。我哋先睇第一個段落，19章1至11節，詳細經文請大家睇講義。第一個段落就1至3節，就係羅得邀請2位天使進入佢嘅家去住宿。呢個嘅段落就對應最尾嘅段落，就係2位天使將羅得拉入網子裏邊，保護佢。喺作者嘅鋪排，呢個一頭一尾成為首尾呼應，就係羅得同天使嘅互動。開始嘅時候，天使就接受羅得嘅款待，表示神嘅保護臨到；而最後係天使反過嚟主動保護羅得，又令到啲惡人揾唔到門口，就表示真正嘅拯救係嚟自神，而唔係人。羅得雖然維持義人嘅品格，佢接待客旅啦，又嘗試保護天使，但係佢係無力去影響其他所多瑪男性嘅決定嘅。如果我哋睇彼得後書2章7至8節，就咁樣描述羅得係個義人，佢住喺所多瑪，天天傷痛，佢只係傷痛，佢冇能力去改變個環境，唯有神先能夠去拯救。第二個段落4至5節就描述所多瑪所有嘅男人試圖要同2個天使發生同性行為。大家要留意嘅第4節，從年輕到年老，所有人都嚟。跟住佢又就呼叫羅得，對佢話：今晚到你呢度嚟嘅人喺邊度？帶佢出嚟，我哋要同佢哋親近。簡單2節經文，但係非常之深學，就係全城由年輕到年老嘅男人都企圖要同呢2個佢哋覺得係男性嘅發生同性行為。對應嘅段落係第9節，眾人就話躝開，又話一個嚟寄居嘅，竟然當起審判官嚟，而家我哋就要做壞事對付你，比對付佢哋更加厲害。跟住佢就極力強迫羅得，又上前要去打破房門。所以當係咁樣去睇 B 同 B prime 嘅時候，就凸顯所多瑪男人嘅罪惡啊！最初就用言語去威脅，言為心聲，其實係反映緊佢嘅內心嘅。而去到 B prime 咧，就係罪惡嘅升級，就以行動去攻擊。呢個嘅對照就令到劇力提升，亦強調罪惡係迅速惡化。呢一種急速嘅變化，其實唔係一時嘅作為，而係反映緊所多瑪男人長期累積嘅深層敗壞文化。當對方即係羅得拒絕，佢就夾硬嚟強搶。位於段落中間6至8節，羅得就竟然提出以自己2個女兒去交換。我哋要明白，全城嘅男人都嚟到。如果對方真係接受佢2個女嗰一晚，究竟係點樣度過嘅呢？羅得好明顯就俾所多瑪文化影響，佢以為咁樣係保護緊嗰2個天使，實際就犧牲咗自己嘅女兒，用一個佢以為較小嘅罪惡去取代一個較大嘅罪惡。實際上係於事無補。跟住我睇下一頁嘅講義，就係12至29節，天使點樣拯救羅得一家。呢個段落可以分3個部分。首先引言，最尾結語，中間就係過程。個引言12至14節，又係典型嘅交叉平衡。12節就係天使指示羅得帶佢嘅家眷離開所多瑪城。而對應嘅最尾14節就係羅得去通知佢嘅女婿，啲女婿就以為佢喺度講笑，就拒絕。所以呢一個段落就講緊天使嘅指示同埋羅得嘅行動。
神嘅拯救計劃開始啦。天使命令羅得攜眷離開。相對嘅段落就講羅得回應神嘅拯救同埋天使嘅命令，女婿以為佢講完就拒絕咗，咁樣嘅對比就突出神提供咗拯救嘅機會，但係人嘅回應就決定咗結局。佢嘅女婿拒絕就令到佢哋滅亡。中間13節可以分3部分。13節 A 就係咁樣記載，要知道我哋快要毀滅呢個地方。天使咁講，對應嘅13節 C， 所以耶和華派我哋嚟要毀滅呢座城，都係講緊城好快就要毀滅。開始嘅時候就講緊好快，係講緊個時間緊迫，就俾緊最後通牒羅得。B part 就講緊呢個城一定要毀滅，就必然發生。而成段嘅中間就係講個原因，因為所多瑪同埋俄摩拉嘅喊聲喺耶和華面前很大。中間交代神審判所多瑪、俄摩拉，唔係因為神任性、神唔好老皮，而係因為呢個城嘅罪惡太大，神要終止地上嘅罪惡。跟住睇15至23節就係拯救嘅過程。作者刻意好細心去部署，一開始嘅時候就交代嘅時間，天亮的時候。創世記好多時天亮就代表一個開始，呢度係講緊審判逼近。對應最尾嘅段落23節，太陽剛從地面升起，羅得就到咗所以，又刻意交代嘅時間，因為羅得到咗所以，天使就即將施行刑罰，就即是審判即臨。第二個段落，兩位天使就催促羅得，就話起嚟，帶住妻子同你呢度嘅2個女走，免得你因為呢個城嘅罪責而被消滅。就催促羅得盡快離開。對應嘅22節，你趕快逃到嗰度去啦，因為你仲未到達嘅時候，我乜嘢都唔能夠做。因此嗰個城嘅名就叫做所以。佢再催促羅得，因為審判迫在眉睫。而第3個段落16節上半節，羅得遲遲唔走，嗰2個人即係嗰2個天使咧，因為耶和華就憐憫羅得，就拉住佢嘅手，亦拉住佢妻子同2個女兒嘅手，帶出去安置喺城外。經文強調嘅就係羅得猶豫，但神憐憫羅得一家。2個天使4對手分別看住羅得夫妻同埋佢2個女。而呢個詩對應嘅就係詩篇，天使就對佢話啦：好，呢件事我亦顧恤你，你所講嘅呢座城我唔會覆滅。又係因為羅得嘅軟弱，天使顧恤佢，所以之前神嘅憐憫，呢度天使嘅顧恤，同樣睇到神嘅眷顧。而第4個段落就天使吩咐逃到山上，帶佢哋出嚟之後，其中一位就話啦：逃命吧，別往後望，唔可以留喺呢片平原，要逃到山上去，免得你亦被消滅。而呢個段落17節對應20節，求你聽我講啦，呢座城好近，我可以逃到嗰度去。嗰度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可以俾我逃到嗰度去。嗰個唔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咩？咁樣我就可以活命啦。喺呢度，羅得反而有個反建議，天使叫佢逃到山上，佢驚自己唔夠氣力，跟住就不如逃到呢個小城啦。位於中間嘅就係18、19節。羅得對他說：我主，咁樣唔得啊！求你聽我講，你僕人喺你面前蒙恩，你對我大施慈愛，要救我嘅性命。可是恐怕我還沒有逃到山上，災禍就追上我啦，我就會死。位於全段嘅中間，就突顯羅得向天使請求唔好逃到山上咁遠啦，嗰個城近啲，就不如去嗰個城就算啦。言下之意，面對上帝嘅吩咐，佢想打個折頭，唔完全嘅順服。呢度作者刻意就強化咗神嘅旨意對比人嘅回應，突出咗羅得嘅軟弱同埋神嘅忍耐。跟住嘅24至29節就講緊結語，同樣一個交叉平衡。24、25節呢個時候，從耶和華嗰度，從天上耶和華使燒住嘅硫磺傾瀉如雨，落喺所多瑪同埋俄摩拉，就將呢啲成個嘅平原、城裏所有嘅居民以及地上嘅植物都傾覆晒。對應嘅就係29節，當神毀滅
平原眾城嘅時候，神顧念亞伯拉罕。當佢傾覆羅得曾經居住嘅眾城嘅時候，佢將羅得從毀滅之中救咗出嚟。第一個段落記載神嘅毀滅代表神嘅公義，而最尾嗰個段落作者刻意記載神顧念亞伯拉罕，就拯救咗羅得。我哋要記得喺創世記咧出現咗5次顧念，第一次就係神顧念挪亞，跟住就係呢一度神顧念亞伯拉罕。30章22節就記載神顧念拉結，而另外2次就係神顧念神同蒼生立嘅永約。因為所多瑪呢件事係同審判有關，而挪亞同洪水又係同審判有關，所以呢度19章29節作者用神顧念亞伯拉罕係要提醒讀者，你睇呢段經文係要呼應翻洪水事件做個對照。詳細嘅比較請參考講義，但係好明顯嘅就係今次神係紀念亞伯拉罕嘅代禱，就突出代禱者嘅功效。神呼召亞伯蘭嘅時候，俾佢其中一個嘅應許或者使命，就係地上嘅萬族都必因你得福。而家神透過亞伯拉罕嘅代禱，就拯救咗羅得，將救恩呢個機會帶到去所多瑪城，但係佢嘅女婿拒絕，結果就唔能夠得救，就步向滅亡。跟住睇第2、第4個段落，第2個段落就係羅得嘅妻子跟喺佢後邊，就往後望，就變成咗一根嘅鹽柱。對應嘅就28節，就講亞伯拉罕俯視所多瑪同蛾摩拉，以及嗰片平原全景。佢觀看見嗰地有煙升起，好似燒窯嘅煙。作者刻意對照就係妻子往後望，呢個係天使禁止佢做嘅。而28節就描述亞伯拉罕俯視觀看見，佢睇見乜嘢？作者刻意將呢兩個人物嘅看見做個對照。羅得妻子嘅回望唔係只係身體轉一轉頭，而係講緊佢嘅留戀，佢嘅不捨。亞伯拉罕見到嘅呢，就係神審判所多瑪蛾摩拉嘅景象，都係睇，但係點解有唔同嘅結論呢？全段中間27節，亞伯拉罕清早起嚟，到佢之前站喺耶和華面前嘅地方，呢度係講緊亞伯拉罕翻去早一日同神一齊嘅地方，跟住就睇所多瑪蛾摩拉發生咩事。同樣係望，但係如果你企喺上帝嘅角度，同佢同一視角，你就會見到上帝所見。所多瑪蛾摩拉絕對唔係值得留戀嘅地方，係神審判嘅城市。如果同神一齊企喺相同嘅地方，相同嘅立場，就有相同嘅視野，睇見嘅就係神公義審判嘅景象，而唔係值得留戀嘅東西。兩種觀望，兩種選擇，依戀世界定係與神同行，正係作者要俾讀者靈魂嘅拷問。最後嘅一個段落30至38節就講緊羅得家庭嘅罪惡，同樣係一個典型嘅交叉平衡。30節，羅得因為怕住喺所爾，就同兩個女一齊離開所爾上落山住喺嗰度。佢同兩個女住在一個山洞裏邊。對應嘅36至38節，咁樣羅得嘅兩個女兒都從佢哋父親嗰度懷咗孕，長女生咗一個兒子，就幫佢起名叫摩亞，就係而家摩押人嘅始祖。而妹妹亦生咗一個兒子，就幫佢起名叫便雅憫，就係而家亞捫人嘅祖先。作者交代呢個亂倫事件嘅背景同埋結果，一頭一尾，從住進山洞到發生亂倫，就表示人雖然離開咗罪惡之城所多瑪，但係人係冇離開罪惡嘅。所多瑪嘅罪行好多，如果我哋睇以西結書，我哋知道佢仲有其他嘅罪，譬如驕傲啦、為富不仁啦。但係創世記19章只係記載佢同性行為，就因為要配合
呢一個30至38節啊，同樣係發生性嘅罪行，因為作者要透過呢一個首尾呼應，所多瑪嘅罪同性有關，而呢度羅德家庭嘅罪亦係同性有關。而羅德家庭嘅罪係因為佢係受所多瑪文化影響，人離開罪惡之城唔等於離開罪惡，將人帶嚟罪惡之城遠比將罪惡帶嚟人心容易啊！呢個正正就預示咗以後將以色列人帶出埃及係容易過將埃及帶出以色列人嘅心，所以作者透過呢個第19章，正正講緊罪惡係不斷咁蔓延落去，人唔去處理罪惡，世上只係會有不斷重複不幸嘅事件。跟住31至35節，作者刻意重複個情節啦。個長女就同妹妹話啦：我哋嘅父親老啊，我呢度有冇男人可以按住世上嘅禮俗同我哋交合嚟啊？我哋叫父親飲醉酒，即係灌醉佢，然後同佢瞓覺，咁樣我哋就可以借着父親傳留後裔啦。咁而33節就描述佢哋兩個女兒灌醉咗父親，33節就講長女同父親同睡。而34節咧，第二日長女又對妹妹話啦：琴晚咧就我同父親同睡，今晚我哋再叫父親喝酒，就你亦仲去和他同睡，咁樣我哋就可以透過父親傳留後裔。35節就講佢行動啦。當晚佢哋又叫父親喝酒，妹妹就起嚟去和父親同睡。佢咩時候躺下，咩時候起嚟，佢父親都唔知道。呢啲重複嘅情節，正要強調嘅就係罪惡不斷咁傳遞，不斷咁複製。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女做咗，跟住個妹就完全仿效大女。而且經文就刻意要提到飲醉酒，呢個又令讀者諗起昔日嘅挪亞，因為飲醉酒又發生家庭嘅悲劇。而羅德同挪亞嘅對照，大家可以睇講義。作者透過第19章正正帶出唔同嘅信息。當我哋將第19章同18章做個對照，我哋見到就係第18章亞伯拉罕接待3個天使，展示佢嘅熱誠；而19章就係所多瑪人點樣敵對2個天使，展示佢哋嘅強暴，成為強烈嘅對比。亞伯拉罕為城裏嘅人代禱，18章23至33節啊，但係最終只有羅德一家獲救，呢個就突出所多瑪城係冇義人，罪惡深重，顯出神嘅審判係合理嘅。而剛才都提過，呢個第19章係要令人諗起洪水事件，透過同挪亞時代洪水審判互相對照，我哋就會發現，雖然面對神嘅審判，但係神總係開咗拯救嘅機會，人接唔接受就自己去選擇。神嘅公義同憐憫係並駕齊驅。所以第19章唔單止記錄咗一件歷史事件，而係記載咗深刻嘅神學信息，強調神嘅公義、憐憫同埋人犯罪嘅後果。至於第19章同其他創世記段落嘅聯繫，詳細請參考講義。